继续来看，即摆警方是真严格咧处理啉酒开车。台中市警察局发现一个现象，虽然啉酒开车整体案件来减少，但是早起的6点到10点这个时段，煞颠倒来增加。讲上主要是因为驾驶人前一暝啉酒，想讲早起困起来就无问题咯，想袂到这个酒精也未总代谢掉。 警方讲，若是330毫升罐仔装的米露，成年人都要2点钟才代谢会掉。所以前一暝若是啉伤多，就算困一暝，这个酒精值也是有可能会超过标准。这个气下吹就好。严格临检，除了暗时，台中市警察局更加加强日时啉酒驾驶路检的勤务，因为依照统计，虽然讲整体啉酒驾驶的数量为去年一万1000几件有较减，不过早起6点到10点的比例为8.8%升到12.5%。遇到民众常常会讲说，可是我刚刚没有喝，我大概是昨天晚上喝的。 这就是驾驶人自我认知无够，酒精代谢能力依照刑事局的研究，正常的大人平均酒精代谢的速度是1点钟0.1毫克。罐装啤酒340 mgl 的啤酒呢，一个人成年人喝了，那我们测出来的酒精浓度大概是0.15到0.25左右。一个成年人必须消耗到完全没有酒精反应的话，至少要到1到2个小时左右。警方讲，就算困8点钟，只要啉超过4罐的麦芽酒，过天工起床上好莫驶车上路，也若无可能会超过最低0.15酒测的标准，同款的接受罚单。